曾经为了偷艺，花4、5天的包银去买梅兰芳1张戏票的小科班，在窜红上海滩后，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一夜成名，对盛县乡下的男艺人们来说，可能是致命的。他们沉溺在上海滩灯红酒绿的生活中，沉醉在手戴10个金戒指的荣耀中，再也无心唱戏。没几年过去，各个戏院纷纷摘下小科班的招牌，越剧刚刚在上海滩闯出一点薄名，又一次面临夭折。1923年的春天，国共两党在苏联特使牵线下，第一次携手合作，在上海开始了国民革命。上海滩歌舞升平，而2个小歌班的元老，说戏师傅金荣水和升平歌舞台前台老板王金水，却匆匆离开上海滩，回到盛县。正是这一次不为小科班艺人理解的出走，在100年越剧史上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。他们创办了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。科班里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女孩，在几年之后，男班艺人风云流散之时，竖起了越剧的大旗，并一举改变越剧低下的地位，使它成为仅次于国剧、京剧的地方戏曲。1923年7月9日，农历5月26，龙虎日，大吉。在施家坳村陈明贵的老屋里，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正式开办了。50多个学员里，年纪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才9岁。对个，5年5、6年时光了，搿里个就金永山师傅啦、高西师傅啦，同我讲过了。因为刘登呢是伊拉困难砸地铺的，金永山呢，伊就是有张血毛板上搭起来高了的。咱们搿礼拜学西南同行啦，竹灯呢是高忙小姑娘受不着，所以用门板搭起来个长长一块门板。搭起来以后，咱们做小姑娘们、小椅子、小咪咪灯啦，团团个凑起来嘛，还得高兴。办越剧女子科班的想法来自京剧，当时在南方有京剧的毛二班。京剧的毛儿戏是京剧到了南方以后啊，弄批小女孩子嗓子好听，要吸引那种南方不熟悉京戏的人，好看。毛是那满洲话童话头，就是不成年的女孩子，16岁以下。王金水看到了京剧毛二班的商机，随即和老乡金荣水一拍即合，一个想发财，一个对骄奢的男班艺人日渐失望，想借女班另辟蹊径。于是2人回到了老家盛县施家坳，开始招收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。王金水的招生告示早早地贴了出去，没想到却在施家坳里里外外招来了一片骂声。尽管1919年的5四新文化运动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已深入人心，辟除浙东的盛县也有波及，但女子学戏依然为族规所不容。王金水只好使出生意人的绝招，首先将自己的女儿桂芬送进科班，又苦口婆心说服内侄女施银花入科，最后拍着胸脯告示父老乡亲们，学员的衣食住行全部由他负责，满师以后每人发1只金戒指、1件旗袍、1双皮鞋，并且还发给新凤100块大洋。
当时我去走上回来，一家呢只有2个刀钞票了。早是哥哥，大概3年多里来好，我每家呢3对女养人，咱们1只金嘎子，1件旗袍，晚上皮鞋。这几天呢，休想都好。要是听了一家们周林坊，一家们是王香子，是8个男，一家王贵妃，王贵妃嘛的就是王金山的男。当时呢，我刚是提起，就当时呢，你给我洗了你个啦，你弄好个啦，所以我刚刚提的名字，看一看不是个男的好，咱们王金山结构。搞王贵妃有带用了，个我能自个来带我们搞其他的，说来不好了，干一个。族规早忘了，顾虑也抛到了脑后。盛县各地领着女儿来报名的人挤满了施家坳。教戏师傅金荣水挑选了50多名学员。这批女孩子是民国盛县农村第一代不裹脚的女子，大字不是一个，从中却出了女子越剧第一批名伶3花1娟中的2朵花，施银花和赵瑞花。金永山师傅呢，就是把戏文了抄成一片一片的，也是叫单片了，一片一片的抄起来嘛，告别呢每个小姑娘个角色。让伊们看不看个都教回来以后嘛，再看不看个教唱，先教要会读，要会背，专门再教唱，唱教好以后嘛，个才只好到门口道地里了去穿戏。专门是到京畿山面去请个行头师傅来，会走行头个啦，跟他请来嘛走毛来走好戏，自家个装起来。在成立了3个月之后。施家坳女子科班迎来了第1次串红台，也就是彩排。他们演的是折子戏《双珠凤》，登台的是施银花、涂杏花、马秋霞和于菊英。这一次彩排就是女子越剧的开端。施家坳村陈明贵的老屋，由此成为女子越剧的诞生地。施家坳女子科班串红台的成功，使得王金水喜上眉梢，他急着要捞回投资。1923年底，就带着这些学艺才几个月的黄毛丫头，水陆并进，闯荡上海滩了。上报出来的呀，迎来本人，开呀了一番上来的那分明，点起了。就在王金水曾经当过前台老板的升平歌舞台大门口，高悬起了毛儿小歌班的招牌，演员名字前面全部冠以赛字。用金荣水的话说，我们就是来和男班比赛的。金荣水考试，我讲是唱大名的，他不是唱小生啊，唱小旦的。他有些动作呢没粗糙的，这个课表呢搞得好的，女班上的注意了，上海观众颜色个一记了，女没演戏了，有各种事体了，有个。那大家去看。和男班艺人初闯上海滩一样，施家坳的毛儿小歌班也遭遇了滑铁卢。前2天观众好奇，还有一些人头，可几天下来，稚嫩的演技、粗糙的行头，使得票房急剧滑坡。升平歌舞台摘牌了。王金水只得率领戏班转入小茶楼里演出，辗转演出了几个月，但终是无力回天。
女班悄然回到圣县，但没有想到，在施家坳，他们却仿佛是衣锦还乡的英雄。老族长破例为女班开放了神武堂，让他们在祠堂的万年台上杀鸡祭台，为村民们免费演戏。演出的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少倾家出动，其情景与护航遭遇的冷落竟然是两般天地。后来号称花山鼻祖的施银花，唱着唱着就泣不成声了。在军阀混战的上世纪20年代，女班在乡间的演出常常被政府军警以淫戏为由，不是禁就是抓。一次在盛县乡村的演出，警察突然出现，指名道姓要抓施银花和涂杏花。他们在金融水掩护下，藏在戏箱中才逃过一劫。而正是在这样东躲西藏的乡村演出中，施银花开创了女子越剧的新唱法。1925年在杭嘉湖一带演出时，施银花与琴师王春荣合作，创造了质朴明快、抒情活泼的四宫调。因为戏曲艺啊，从来没有从天上掉下一个灵来的，它是发展于规律的。从南班四言真调腔发展到四宫腔了，它结构比较完整了，从两句体向四句体发展了。这个丰富的就是这个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它有呢有叠班有重班，它还有转句，它这个越剧了4个越剧了，它不但有起来有整转，它这四句体出来了。女子科班找到了自己的音乐，开始超越男班，走向成熟。1928年，施银花一出师就嫁人了。此后，施家坳的女班艺人也一个个成了家，人越来越少，只好散伙。这是1929年的事。作为第一副女子科班，王金水创立的施家坳女班看起来是惨淡经营，最后流于破产。但一些有生意头脑的盛县人发现，除去所有的开支外，王金水还是赚了一票的。于是，第2代女子科班又开始在盛县兴起。苏春望灯记。1930年，一个叫竹君堂的生意人纠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，合资入股，共筹得1000元大洋，自己持股30%，在盛县后山村白佛堂创办了群英舞台。你搞了个大店，个大店，我们要给做淑女了，常常要。哎，挣3卷啊，这以后嘛，
就是魏美照啊，小少卿是吧？都是这里啊，就是这个是老地方呀。老地方啊。1930年的岁末，群英舞台入科不到1年的艺徒们，就来到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杭州拱辰桥登台演出了。在离桥不远的荣华茶园里，这个女子戏班所谓的实习演出居然获得了成功。几天下来，收入很不错，班主竹君堂非常得意，他觉得这条赚钱的新路子算是找对了。竹君堂这一票赚钱的买卖，促成了越剧女子科班的真正繁荣。在群英舞台之后，女子科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据1934年的一项调查，仅盛县一地越剧的从业人员就达2万人之多，年轻女子大量习戏，以致当地的青年娶妻都成了问题。在一代越剧大师范瑞娟的老家黄泽镇，一下子就办了13副女子科班。即使远离盛县的杭州府新登县，也办起了东安舞台。越剧大师徐玉兰就是在那个时候入科学艺的。我是杭州府城江新登，跟我哪能会到学戏呢？因为我当年也是个小戏迷了。我对越剧也不是那么爱，在家乡的时候啊，家里实在苦啊。那么正巧这个辰光呢办一只龙王舞台，那么我就报来了。本来阿拉也没搿能样这个年头学戏，因为那个四人花啊、大行花啊，要把那个老姐姐啊到我们家里来演戏，那么我们呢去看了。看了以后呢，就还自己有几句能哼了。作为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，施家傲女班出过不少名角儿，于是就有班主邀请这些知名度较高的艺人做台柱，和艺徒同台演出，一来吸引观众，增加票房收入；二来也作为课师为艺徒传艺。当时名角赵瑞花1个月的包银就从过去的30个银元猛增到近100元。1935年，涂杏花在四季春科班当课师时，月银已升到120块银元，相当于当年一个大学副教授的工资了。而赵瑞花更是在1932年和魏素云自办了瑞云舞台，这是越剧史上第一个没有老板、真正意义上的姐妹班。这辰光讲出来也最细也最够的。这就是曹才华老师的窝。是个窝。啊，好，先。没那个有多，一个规模，一个小方那个，但那去做的，可能没考古班的。那是以实际班阶段，叫才艺阶段。我搿辰光呢，就是那个窝的，一个规模么最好最贴身的弄。看到昔日的姐妹们在舞台上风生水起，当时已经嫁人的女子科班第一位名角施银花不由得心动了。1932年的秋天，在裘光贤的圣邀之下，重出江湖，担任高升舞台课师。这时的她已经怀孕了。施银花的夫家是绍兴的大户人家，无法容忍媳妇再去做一个戏子，这场婚姻的纠纷闹到了浙江高等法院，最终离婚了事。施银花为越剧离婚，在当年是一桩佳话，而她在1935年聘用了著名琴师邢雪琴，修正4宫调，终于使女子越剧唱腔渐趋完美，而施银花也成为了一代越剧泰斗，并灌录了唱片。一
到底谁送啊月么？翻起过来养的呀空。4年过了，他们过第一张唱片，是36年去，是正好在绍兴马万千去的这演戏演了结束之后，那个绍兴维女中商店那个老板啊，他因为同那个李谷唱片公司他有联系的，过去就认为是个是搞开中票店的，我他买唱片流水就这样叫他当等于说的了。那么他说你们没有过唱片，他带他你到上海去那个过几张唱片。一大批女子科班的出现，使越剧朝着女性化的方向快速地发展着。女班艺人们也开始背井离乡，闯荡周边的乡村和城市。杭州是盛县乡村戏班进入都市登台亮相的第一个大码头。早在1923年，施家坳女班就曾来杭州演出过。那时杭州的观众对越剧实在太陌生了，滴多滴多的锣鼓声，在自古歌舞兴盛的西湖水面上，甚至没有激起一点浪花。8年后，风水轮回，施银花、赵瑞花、王杏花、姚水娟、小丹桂，越剧著名的5大名旦，都先后在杭州的舞台上登台亮相，受到杭州观众热情追捧。在杭州演出时间最长、知名度最高的，要算粤新舞台的姚水娟了。姚水娟1930年进入后山村白佛堂的群英舞台学艺，2个月就在梅龙镇中崭露头角。之后，姚水娟加盟粤新舞台，任头尖花旦。她的唱腔韵味浓厚，表演细腻传神。杭州大世界的经理新昌人张在阳看过姚水娟的表演后，不禁拍手大叫：“三花不如一娟！”经过媒介宣传，姚水娟一时名震杭城。姚水娟盛名卓著之时，正在杭州杨坝头国货商场小剧院演出的竹素娥也不甘示弱。这期间，在杭州的戏园子里，京剧南派武生盖叫天以饰演武松而声名鹊起，而竹素娥这个来自盛县乡下的女孩，也在舞台上把武二郎的正直仗义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这在不擅长武戏的女子越剧中是极少见到的。我老师呢，就说我呢，人家都称他是越剧盖叫天，因为他呢是文武双全，专门为他出了一个小报，那是叫越剧第一张小报，专刊的。那是越剧女子科班的第一个黄金期，只要是名角儿，都有着一群固定的戏迷，诱人的收入。还是绍兴的对的，跟那个是什么把个香烟，挺通行的，那么就叫什么把什么把出名的。当第一代女子越剧演员大红大紫的时候，盛县甘林镇柳岸村的兴福庵里，新生一代的越剧女艺人正在悄悄地成长。这个大门开开了，开了，这2岁啊，是啊，很小了。袁锡芬、福建香，还有钱苗花，这几个有名的演员了，他们都在这里有的。当时有了非常艰苦啊，困不困了，给你想往楼上。你方面早些也你到路上拦窗呀，放起来。这那天气下雨怎么办呢？就到大殿里面学习。练功哦，俺那时候是沙滩里呀，沙滩里拉丁口肚子里，交关小囡个别里把那在拉丁拉好来了。搿辰光才是看着心机，你老背
你别说啪打了那个脖子上的，还有高仿、假仿、打手心的几种。可是二小时候呢还有了，你拿着什么刀枪的把子啊，都吹了就打的了。他是那样的了。我们那个科班姊妹啊，那个给他打了，地上都趴的呀。阿拉手上不要多少高仿翘起来，我实在没为白了一个，一看到高仿我才忘记他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一句民谚，就是当年越剧女子科班的真实写照。随着女子越剧的不断壮大，女班开始陆续进入上海。这个剧种云集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花花世界，首次进入上海的女班是姚水娟任头尖花旦的月薪舞台。到1938年8月，在上海的女班已达12副，到1941年增加到36副。几乎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都云集上海，从此告别了流动演出的历史，越剧便成为了人们记忆里的女子戏。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，越剧女子科班的著名演员们，没有一个不以金融水为师的。当徒弟们出山之后，每月的包银成千上万，造屋买田，金融水却十分淡薄，每月就拿教戏的10元薪水，只相当于当时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。1947年的夏天，当老人再次从上海回到马塘村后，就再也没有离开。50年代初了，马塘就变成农村阶段，都来请他教戏，他是都乐意教的。57年我去看金永帅是最后一次，因为他已经生病了。那平时看见他呢，这个人了，非常之和顺的。就是一个很勤劳的、很朴实的那个老农民。金荣水当年的爱徒，一代名伶施银花，后来和第2任丈夫王金宝去了台湾。据说晚年的施银花吃斋念佛，乡人们来家时偶尔也会唱上一段。他一定怀念了青春的岁月，怀念杭州杨大头的舞台给予他的掌声和荣耀，或者他也想念家人，想念他的启蒙老师矮尼姑金荣水。1957年，金荣水以79岁的高龄去世。现在的墓地是1988年由他的弟子涂杏花、王杏花、孙妙峰、商方辰、魏素云和盛县越剧团共同出资重新修建的。如果要写上一行墓志铭，也许可以这样写：他开创了女子越剧。东躲西藏的乡村演出中，施银花开创了女子越剧的新唱法。1925年在杭嘉湖一带演出时，施银花与琴师王春荣合作，创造了质朴明快、抒情活泼的4宫调。
不分，你可知有七三兵书困，举三年间不为将来，一日三三通不啊不，为啥不应当把事来做？因为喜鹊鱼啊，从来没有从天上掉下一个灵来的，它是发展于规律的。从南班试验这条枪发展到四根枪了，它结构比较完整了，从两具体向四具体发展了。这个丰富的就是这个一点，还有一个呢，它有呢有底板有重板，它还有转具，它这个越剧了4个越剧了，它不但有起来有整转，它这四具体出来了。女子科班找到了自己的音乐，开始超越男班，走向成熟。1928年，施银花一出师就嫁人了。此后，施家坳的女班艺人也一个个成了家，人越来越少，只好散伙。这是1929年的事。作为第一副女子科班，王金水创立的施家坳女班看起来是惨淡经营，最后流于破产。但一些有生意头脑的盛县人发现，除去所有的开支外，王金水还是赚了一票的。于是，第2代女子科班又开始在盛县兴起。苏春望得很近，开呀了一番唱来一拉分明变起了。就在王金水曾经当过前台老板的升平歌舞台大门口，高悬起了毛儿小歌班的招牌。演员名字前面全部冠以赛字，用金荣水的话说，我们就是来和男班比赛的。金荣水考试我讲是唱大名的，他不是唱小生啊，唱小旦的，他有些动作了没粗糙的，这个课表呢搞得好的，女班上的注意了，上海观众颜色个一记了，语没允许了，有各种事体了，有个，那大家去看看。和男班艺人初闯上海滩一样，施家坳的毛儿小歌班也遭遇了滑铁卢。前2天观众好奇，还有一些人头，可几天下来，稚嫩的演技、粗糙的行头，使得票房急剧滑坡。升平歌舞台摘牌了，王金水只得率领戏班转入小茶楼的演出，辗转演出了几个月，但终是无力回天。女班悄然回到盛县，但没有想到，在施家坳，他们却仿佛是衣锦还乡的英雄。老组长破例为女班开放了神武堂，让他们在祠堂的万年台上杀鸡祭台，为村民们免费演戏。演出的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少倾家出动，其情景与护航遭遇的冷落竟然是两般天地。后来号称花山鼻祖的施银花，唱着唱着就泣不成声了。在军阀混战的上世纪20年代，女班在乡间的演出常常被政府军警以淫戏为由，不是禁就是抓。一次在盛县乡村的演出，警察突然出现，指名道姓要抓施银花和涂杏花。他们在金荣水掩护下，藏在戏箱中才逃过一劫。而正是在这样，我刚搞起的名字，看一看不是个男的好，
专门往前三机构搞往贵妃有代表了。哎个，我能自个来到我们搞其他的，说来报了，干一个。族规早忘了，顾虑也抛到了脑后。盛县各地领着女儿来报名的人挤满了施家坳。教戏师傅金荣水挑选了50多名学员。这批女孩子是民国盛县农村第一代不裹脚的女子，大字不是一个，从中却出了女子越剧第一批名伶3花1娟中的2朵花，诗银花和赵瑞花。金荣山师傅呢，就是把戏文啦抄成一片一片的，也是叫单片啦，一片一片的抄起来嘛，告给呢每个小姑娘个角色，让伊们看不看个都教，教回来以后嘛再看不看个教唱，先教要会读，要会背呀，还要会背，专门再教唱，唱教好以后嘛个才只好到门口稻地里了去穿戏，专门是到京畿山面去请个行头师傅来。为走行头的啦，跟他请来么走毛来走好戏，是哪个装起来？在成立了3个月之后，施家坳女子科班迎来了第一次串红台，也就是彩排。他们演的是折子戏《双珠凤》，登台的是施银花、涂杏花、马秋霞和于菊英。这一次彩排就是女子越剧的开端。施家坳村陈明贵的老屋，由此成为女子越剧的诞生地。施家坳女子科班串红台的成功，使得王金水喜上眉梢，他急着要捞回投资。1923年底，就带着这些学艺才几个月的黄毛丫头，水陆并进，闯荡上海滩了。上发出来的呀，引来声音。曾经为了偷艺，花4、5天的包银去买梅兰芳1张戏票的小科班，在窜红上海滩后，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一夜成名，对盛县乡下的男艺人们来说，可能是致命的。他们沉溺在上海滩灯红酒绿的生活中，沉醉在手戴10个金戒指的荣耀中，再也无心唱戏。没几年过去，各个戏院纷纷摘下小科班的招牌，越剧刚刚在上海滩闯出一点薄名，又一次面临夭折。1923年的春天，国共两党在苏联特使牵线下，第一次携手合作，在上海开始了国民革命。上海滩歌舞升平，而2个小歌班的元老，说戏师傅金荣水和升平歌舞台前台老板王金水，却匆匆离开上海滩，回到盛县。正是这一次不为小科班艺人理解的出走，在100年越剧史上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。他们创办了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。科班里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女孩，在几年之后，男班艺人风云流散之时，竖起了越剧的大旗，并一举改变越剧低下的地位，使它成为仅次于国剧、京剧的地方戏曲。1923年7月9日，农历5月26，龙虎日，大吉。在施家坳村陈明贵的老屋里，
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正式开办了。50多个学员里，年纪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才9岁。对个，5年、5、6年时光了，搿里个金云山师傅啦、高西师傅啦，同我讲过了。因为刘登呢是伊拉昆阳杂地铺的，金云山呢，伊就是有张雪毛板上搭起来角落头。咱们搿礼拜学西南同行啦，竹灯呢是高盲小姑娘坐不着，所以用门板搭起来个长长一块门板，搭起来以后，咱们做小姑娘们小椅子、小咪咪灯啦，团团个坐起来嘛，还得高兴。办越剧女子科班的想法来自京剧。当时在南方有京剧的毛二班。京剧的毛儿戏是京剧到了南方以后啊，弄批小女孩子嗓子好听，要吸引那种南方不熟悉京戏的人，好看。毛儿是那满洲话童话头，就是不成年的女孩子，16岁以下。王金水看到了京剧毛二班的商机，随即和老乡金荣水一拍即合，一个想发财，一个对骄奢的男班艺人日渐失望，想借女班另辟蹊径。于是两人回到了老家盛县施家坳，开始招收第一副越剧女子科班。王金水的招生告示早早地贴了出去，没想到却在施家坳里里外外招来了一片骂声。尽管1919年的5·4新文化运动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已深入人心，辟处浙东的盛县也有波及，但女子学戏依然为族规所不容。王金水只好使出生意人的绝招，首先将自己的女儿桂芬送进科班，又苦口婆心说服内侄女施银花入科，最后拍着胸脯告示父老乡亲们，学员的衣食住行全部由他负责，满师以后每人发一只金戒指、一件旗袍、一双皮鞋，并且还发给新凤100块大洋。当时我去走上回了，一家呢只有2角刀钞票了。照是隔个3年度里来好，我每家呢发给女洋人，咱们1只金戒指，1件旗袍，晚上皮鞋。这几天呢，修养得好，要是听了一家们周林坊，一家们是王香子，是88个男，一家王贵妃。王贵妃嘛，就是王金山个男。当时呢，我刚是天天去，就当时呢，你给我洗了你个啦，你弄好个啦，这有我。